近日我睇到一篇針對堅料網6月25日刊出，由朱家健發表嘅觀點文章嘅回應，撰文嘅係積金易平台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呂志堅，佢開宗明義感謝堅料網嘅提問同提點，再用實質數據清楚說明呢49億公帑唔係一筆開支，而係一項關乎全港打工仔退休保障嘅長遠投資。今日我哋就一齊詳細分析下呢個講法。首先，大家最關心嘅一定係減費成效。呂志堅指出，過去由唔同受託人各自管理強積金計劃，行政費平均要收58點子，即0.58%。自積金易喺2024年投入運作之後，收費已經即時下調到37點子，今年4月1號起更加進一步減到29點子，變相較以往斬半收費。佢仲表明，隨住越多市民改用電子方式操作，收費長遠會再降至20到25點子。積金局有信心，唔使10年就可以為全港打工仔節省高達500億元嘅行政開支。呢筆慳翻嚟嘅錢會直接留喺計劃成員嘅退休儲蓄入面，長遠透過複合效應為佢哋帶來更可觀嘅回報。針對係咪物超所值嘅質疑，呂志堅斬釘截鐵咁話，以項目開支換取500億減費效益，仲未計數碼化轉型帶嚟嘅其他便利，積金易絕對物超所值。其次，講到數碼化轉型嘅好處，呢個平台整合咗以往12個受託人、24個強積金計劃，服務覆蓋全港約500萬名計劃成員同30萬名僱主，係香港其中一個服務最大用戶群嘅數碼平台。到目前為止，已有超過21萬僱主同200萬計劃成員註冊以電子方式使用積金易。平台處理嘅行政指示已接近1400萬宗，市民可以透過一個平台睇晒所有戶口，僱員更容易查閱僱主有冇供款，處理行政指示亦大幅減少用紙。呢啲時間成本、管理上嘅便利，全部都係無形但實實在在嘅收益。第三，呂志堅亦坦誠回應咗服務完善空間嘅問題，佢承認積金易改變咗運行咗25年嘅強積金行政模式，唔同持份者需要時間適應，團隊一直無間斷咁監察運作，收集用戶回饋。具體改善措施包括自5月中開始優化服務中心模式，增加預約名額，延長服務時間，仲加開星期6日服務時段，縮短現場輪候時間，持續優化處理個案流程，精簡處理提取強積金特殊個案嘅程序，增強平台界面互動功能。年內仲會推出更多自助工具，例如基金價格下載工具同比較基金回報功能。對於個別用家遇上嘅問題，例如資料未能及時更新等，佢強調絕大部分個案經團隊跟進後都能夠成功處理。第四，喺宣傳教育同公眾參與方面，積金局嘅努力亦值得一讚。團隊自2023年積金易尚未推出，已開展持份者參與活動，至今舉辦咗超過800場會面、講座、交流會同地區外展活動，配合區區有支援嘅服務網，佢哋派出流動車隊超過250次，又喺多個港鐵站、工展會、年宵市場設立服務站，並同公務員事務局、警務處、房屋署、各區民政事務處及區議員辦事處合辦活動，特別照顧唔熟科技嘅前線員工同中小微企。呢種主動落地走入社區嘅做法，大大減低市民對新平台嘅憂慮同數碼鴻溝。總括嚟講，正如呂志堅喺文末所講，積金易啱啱喺今年4月底完成上台安排，正式進入全面運作階段，只有2個多月。平台嘅成功推行，有賴各界對佢嘅運作同服務提出意見。高些樂見團隊繼續聆聽各界聲音，精益求精，以49億嘅投入換取500億嘅減費效益，仲未計數碼化帶來嘅效率提升同環保好處，積金易絕對係物超所值。最後，高些都想講句，感謝堅料網提出呢個公眾關心嘅議題，俾社會有機會更全面咁了解積金易呢個龐大金融基建項目嘅實際效益。真理愈辯愈明。經過呢次回應，相信大家對積金易係咪物超所值，心中已經有咗清晰答案。呢個關乎幾百萬人退休保障嘅平台，值得大家一齊支持同督促，令佢行得更順、更穩。多謝大家，記得點讚關注哦。